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这是关于环球花9月30号中嘉台电新闻。议会上个进行第8次临时会议程，主要是要进行议长补选。对处在55席议员当中，民进党24席，加上无党加台联的2席，已经加到26席。所以只要搁再寻求2位无党籍议员支持，就当顺利过关。不过主要却因为人数并无过半，宣布离会。台市议会第30号召开第8次临时会，国民党团甲民进党团拢伫大会进前各自先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而伫这次临时会议场补选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无党联盟总召郭秀珠表示，对着议长人选，伊目前听到的大部分拢是希望维持由副议长郭信良继续代理，希望议会莫阁为着选议长再引起风波。我有问一寡议员咧讲啦，伊感觉讲即摆伊那个副议长郭信良在带哦，代理了嘛袂歹啊，个副会嘛大家拢真和和气气啊，所以大家拢足支持伊代理议长。嘿，我知影个安尼。由民进党推派出来议长人选赖美惠，不但有信心人数过半，更希望伫议长完成补选以后，未来议会甲市府会当合作推动市政。无希望国民党无理性的背锅，互议会再次陷入混战。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非常理性的来看待这个补选的事情。我也不希望大家有做个不理性的背锅，来破坏我们整个补选的过程。在第一次我们议长就是将近2年前那一次的议事在破坏整体的秩序，我想透过媒体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这种行为我想是不可取的那我们也期待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台南市议会再重演。最后伫11点半左右，出席人数因为只有27人，并无过半。由代理议长郭信良宣布留会，等待进党协商了后再选择召开。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议会今日召开临时会，不过国民党团认为开会是违法，将代理议长郭信良办公室大门锁起来。后来，民进党议员郭清华想要将门弄开，却被多位国民党议员阻挡，双方爆发严重的肢体冲突。当中议员洪玉峰目睭嘛伫争执当中受伤，紧急送往病院。台市议会临时会伫上午10点51分左右，因为签到人数不足，大会主席郭信良要求议事组通知议员立场开会。随后，就伫郭信良离开办公室了后，门煞被人用铁链锁起来。国民党团徛伫门口，表示拒绝参加违法的临时会。百姓还在淹水，苦哈哈啦！急着要开会，急着要当议长，有这么严重吗？30分钟通过700亿预算的议长，我们不要。就伫国民党团表达不满的同时，议员郭清华突然间冲到门口，企图要将门弄互开。不过，却接受国民党议员阻挡，就伫双方杀来杀去当中，议员洪玉峰的目睭却无细里受伤。定期会我们一定会开，但是不需要再花。我们10月5号就要开定期会，为什么要在这个之前还要花70几万的人民公帑来开这个临时会呢？但是我们的表达根本不尊重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不得已，我们是弱势不得已。但是他来到现场之后，就马上就从拳头就撞过来，就动手了。我根本没有办法还唤他一个大男生，我们哪里有办法还唤呢？他打到我的眼睛啊，打到我的眼球了。随后，伫医事人员的联络之下，救护车马上来到，并且紧急将议员洪玉峰送往病院救治。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伫那咧双方爆发冲突过后，党团也各自召开记者会。民进党指责国民党背革临时会，强调后礼拜一将继续努力，让临时会顺利召开。不过，国民党团则是谴责民进党使用暴力，表示专业抵制市长将乌手侵入议会。
在那里冲突过后，民进党是召开记者会，谴责国民党甲无党因为无法度推出议长人选，随出怪招将大会主席郭信良的门锁起来，佮用3秒招将内底将门连起来，限制行动甲人身自由。无党籍跟国民党籍推不出人选，就来杯葛抵制临时会的补选议长。我觉得这样的行径，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也觉得非常遗憾。特别是他们今天又特别出了怪招去锁门，让副议长没有办法顺利的出来进行主持议事，出这样怪招造成一些冲突，本党团也觉得非常的遗憾。我也觉得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警察同仁并没有采取任何的动作。那我们又在脸书发现，他在内门也被3秒胶给黏住了。那国民党他们对于议事的杯葛，完全不用在法律的层面上面。对此，新引发哪里冲突的重要关键，议员郭清华强调，并无使用暴力，只是要将门撒互开，希望互临时会顺利召开。我今仔这并无暴力吼，我是要去给推开门，大家有看到，我是要去给推开门，这个卢坤儒议员，甲这个蔡英文议员的时阵同我伫遐推挤。其实洪勇议员呢，伊根本伊目睭无受到伤啦。国民党团对此也强烈谴责暴力政党以及非法开会，同时面对所问的事件，议员谢良介也承认是伊所做的。表示主要的目的是要凸显伫赖清德完全执政之下所产生的问题，也强调并无限制大会主席的行动，只是希望伊会当对抗不公不义的政权。国民党这一次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要凸显民进党一党独裁专断、强奸台南市议会、强奸台南市民的非法开议，所以我们做了一些适当的防范。那个门锁是我锁的，我锁的，谢良介锁的。突然这个不公不义的政权，完全执政完全拗慢，锁这个大锁，互恁看卖啊！过去伫立法院安那锁的，台南市议会也是拄啊好安尼锁尔。有限制伊的自由无？真简单啊！互伊家己去感受。凸显这个议题，凸显完全执政的霸权，赖清德的傲慢，甲乌手伸入台南市议会，要掌控台南市议会，这款不当不孝的政治人物政客。代理议长郭信良一方面表示，家己的行动自由并无受到限制，一方面也强调，在今仔日的冲突之下，并无适合再召开临时会来延伸更较侪风波，因此在出席人数也未过半的情形之下，只可宣布留会。根据我们的规定，就是9点半开始开会嘛。对。那我等到10点40又再上去嘛，说希望请各位议员来开会嘛。根据规定，差不多在40分钟以后，那因为发生那种事情的话，这次的会开下去，因为非常的不和谐，整个的开会的气氛已经都走掉了，所以我就权宜措施之下，我就大家冷却一下，星期一再继续开，这样也许会比较缓和一点，也比较适当一点。如果那时候硬要开下去的话，两党的冲突在所难免。我相信任何人坐那个位置都不好做了。在这次哪里冲突当中，国民党议员洪玉凤、蔡耀辉、林彦竹拢有受到伤害，尤其议员洪玉凤是因为轻微的脑震荡以及目睭受伤，送成大病院。经过诊断，确定是目睭骨骨折，预计明仔进行手术。台湾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伫台北病院首创物理治疗中心独立伫复健科以后，经过8天的时间，新台病院30号嘛正式将南台湾第一座的物理治疗中心启用，希望应用南北民众看病习惯不同，提供专属于南部特色的物理治疗。
人工办事去头兰对着物理治疗中心的成立嘛是同款，特别伫国内物理治疗的专业空间甲服务也未完善的状况，要推动起来更无简单。不过有新台院长的全力支持，上午全国第2间嘛是南部第1间的物理治疗中心，伫市长赖清德等贵宾的见证正式剪彩，希望顺应长期教会需求，做好更较侪乡亲。我想物理治疗是医事领域照顾病人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大家会认为说，那以前已经有一个复健部了，为什么还要一个物理治疗中心？各位想想看，既然有成大医院的药剂部，为什么还有外面的开业药师的药局？一样的道理，这个服务是。如果越多人来做服务的话，我们可以把服务做得更精深、更广大、更 comprehensive。我想这个是相当重要，尤其在未来的长照的社会里面呢，这些照护呢，长照是要照顾失能、失智的病人，由医院到机构、到据点，然后到家庭。在这样的照顾里面呢，我想物理治疗、职能治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环。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起步。迎接所谓的长照2.0的开始，让我们这个物理治疗有一个发挥的空间。我去念台大复健系的时候，有一句话，其实一直都放在心里就是医学为生命增添岁月那复健是为岁月增添生命所以如果有更多的空间给这个物理治疗给复健我想不仅仅我们所有的这个系友都可以有很好的发挥，市民也一定可以受惠。新台北物理治疗中心成立以后，就正式接受骨科、神经科等各专科医生的转介，以及提供健康促进加运动伤害预防等服务。新台也表示，因的目标就是要朝向有特色的专科化物理治疗，培育更较侪相关人才。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年苏丹目标依照传统，伫9月30号之天进行祭拜武圣关公的秋季祭典。会中由市长赖清德担任正宪官，全程依照鼓励，同时有莅临各县书生用6义务祭拜，气氛庄严隆重。纪念武圣关公关圣帝君的忠义精神。上午祭典依照传统，伫咧开庙门以后，庙方人员带领由各社学童所担任的祭典礼乐生进入庙内，即事进行祭拜可仪。由市长赖清德担任正宪官，协同台南各界进行初献礼、雅献礼、重献礼等流程。现场也有济民众甲家长前往观礼，伫咧庄严的气氛之下，表达对武圣关公的敬意。台湾苏典武庙这年来依照古礼，伫咧9月30号祭拜武圣关圣帝君，也成为府城宗教界的一大盛事。台南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先听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对日本进军台湾已经25档的家庭式餐厅，目前伫全台湾总共有14个门市，嘛因为因看准台南的商机，上午伫桂林高铁站嘛成立第15间的门市，为台湾化特色餐点提供予来往的旅客。迎接25周年，来自日本的亚乐雅家庭餐厅，伫台南高铁站投资了一间新的据点。上午节目剪彩仪式由市长赖清德、业者东元集团会长黄茂雄以及济济贵宾做伙开启第15间店的正式营运。请剪彩。是的，再次掌声鼓励，在我们亚乐家庭餐厅台南高铁店正式开幕。会选定台南高铁站作为新的据点，就是因为看准这未来规划建设所带来的大商机。会当来参加黄董事长伫咱高铁站所开幕的乐雅乐家庭餐厅。另外呢，我也代表全体台南市市民恭祝生意兴隆，宏图大展。那一如黄董事长所言确实是我甲黄董事长拜托的啦除了过去对台南市的疼惜，甲这个地动的时阵对咱的关心甲赞助之外，那么我特别跟董事长拜托，我说这个有这个摩斯汉堡，有一应该有2吧，看会当甲阮帮忙的没想到黄董事长可以说是对我们台南市非常关心、非常支持6个月内。乐雅乐家庭餐厅就开幕，我们掌声感谢黄董事长。这个是我们在台南投资的一个小步希望能够更多的我们的集团的企业到这里来我们有102家的一个关系企业所以呢，乐雅乐到这里又是在车站的这个里面的话呢，一定非常非常这辛苦。以插头的温和装潢，再加上简单风格餐厅设计，亚乐雅家庭餐厅要予往来旅客伫遮用餐，就那亲像回去到厝内底同款。10月份也开出开幕庆祝活动，只要点全餐，佮加1块，就会当加1份餐点的超值优惠。台南新闻网赵张伟忠采访报道。从1996年开始举办到台南闽国际民俗艺术节，主要是全国第一个以民俗表演艺术作为主题活动。同时，咱本土的舞蹈团队嘛兼户外招待国外团队的任务，用舞蹈语言来彼此交流，成为文化大赛。今年应市府邀请，包括义枝、乐云、新生代等9个国内知名的民俗舞团，主要要以优美的舞蹈加台湾文化表演吸引民众眼光。其中共有5个团队，同时肩负接待国外团队的任务，成为艺术交流的文化大赛同款。上午因意甲市民见面，分享这款用艺术语言来沟通的宝贵经验，互因收获满满。国外的观众看到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一支舞集每一年都非常的努力，因为唯有到国外，你才会知道自己的文化价值有多么的重要。我们希望借由以舞会友的方式呢，在这样的国际场合当中，用我们的舞蹈肢体语言来跟各国的团员呢做一个交流，没有政治的立场，完全就是以我们舞蹈的语汇来作为一个国际的演出。今年已经迈入第10届南闽国际民俗艺术节，除了和台南甲世界有进一步的连接，嘛成为国内唯一以民俗表演艺术作为主题大型国际艺术节。10届，我们今年总共邀请到15个国家，总共加上我们国内的团队，有26个团队共同参与这一次的盛会哦。那我想，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国家，不管是欧洲，甚至是非洲、亚洲等等各洲的这些
传统的民俗表演艺术团队，这一次来到台南参与我们第10届的一个表演，那也是希望让我们的市民不用出国，在这短短的10天当中，就可以欣赏到世界各国非常经典的传统舞蹈或是音乐的一个演出。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今年的台南美展已经登场，总共展出179件6项不同种类的作品，其中3位台南奖的得主分别伫画作、书法甲传统工艺有真突出的表现。现在这艺术创作拢伫台南文化中心来展出，邀请民众前往参观欣赏。2016台南美展遴选出来的179件精彩作品，即马拢伫咧台南文化中心展出。这届伫咧济竞争当中，得到艺术界高度公认的台南奖3位得主也到现场，说明家己作品的理念。那我这个画面，我想要说的，其实我在树下想很久，这些那个外来的鸟种，它本来是被我们人们拿来当宠物。也许它是不小心飞走了、逃跑了，或者是有人就放生了，然后我们的无意间引进来的，然后无意间的那个一些不小心什么的，然后造成了生态的浩劫。书法当中以狂草上界无规则会当模仿，也上歹呈现，所以书法家李瑞荣。虽然平常时无啉酒，但为着要写出更加有感觉的作品，会小可啉一点酒，互家己伫咧茫茫的感觉当中，笔画更加自由。我的作品呢，以草书为准。那为什么要选择草书呢？我们在篆隶楷行草里面除了草书以外呢，其他都可以写得很精致、很经典。那唯有草书呢，它才有无限的。所以呢，我选择草书。那各位在看我的作品呢，它的线条会比较厚重，因为我的草书作品线条来自于篆书。木雕工艺也展现出专家级的技巧，将天上圣母的神韵展现得非常完整。拄好偶尔机会去找这对漂流木然后引起我的灵感然后想说上面给它雕一尊那个天上圣母然后我们的作品是属于湖州派的我们的身形比例比较修长那个动作比较夸张，所以它的神韵就好像是关怀人民百姓，他的人间疾苦，他对我们的信仰更加的重视对。这挂相当难得会当看到的作品，即马拢伫咧台南文化中心第1、第2、第3届拢展出，也欢迎大家到场欣赏。台南新闻网赵张伟忠采访报道。持续关怀社会热心公益单期诚心功德会，选伫中央节进前关键50台，总计达15班的轮椅和台南市的病院，希望帮助老大人甲行动不方便的患者，会当方便就医，得到更加完善的服务。为了唤起大众辅助弱势的热情，帮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方便就医，台南市诚心功德会特别伫26号下晡，捐赠50台的轮椅予台南市立病院。对此，院长除了表达感谢之意，也相信这批轮椅未来会成为无障碍就医的一个真大的助手。亲像咱今仔日咱的功德会，咱讲捐轮椅啦其实这轮椅对阮真实用啦轮椅。伊的迄个汰换率有那真悬使用率真悬。咱毕竟来病看患者有真侪行动无方便的阮都足在意这点就是讲我来，我感觉第一个上界要紧的，我个人上界要紧的，就是讲这个病一定要互伊变做一个对患者来就医也是大家一只工作拢是一个上安全。
上优选的环境啊。第次诚信公德会，秉持着促进社会、用伫社会的精神，长期推动老人福利，照顾身心障碍者甲低收入户，透过这次的关键活动，希望这批轮椅会当伫病院内底发挥上大的效用。电新闻站上王子豪采访报道。接着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地将全好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记录4成，太阳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介绍收看9月30号中嘉台电影新闻，咱再会。Thank you.